H. Moser and C 推出 Perpetual Moon 月相盤錶，可以追溯到2010年。當時月相盤下面有8條直線，俾人識別月亮8個唔同嘅盈虧狀態。月相盤每1027年先至會產生一日嘅誤差。之後2018-19年，佢哋再推出4款唔同錶盤，但係擁有同樣準繩嘅月相。今日 H. Moser and C 再推出全新月相錶 Streamline Perpetual Moon Concept Meteorate。呢隻腕錶上手會發覺有2種對比，一係材質，第二係色調。錶盤係嚟自宇宙嘅吉丙隕石，經過錶匠切割、打磨、上色加煙燻效果，形成獨一無二嘅魏德曼紋理同埋質感。佢同拋光、磨砂、交錯打磨嘅錶殼形成對比。第二係金色隕石錶盤同埋紅金指針、月亮，佢色調比較溫暖，同埋40mm 不鏽鋼枕形錶殼同埋鏈帶嘅冷色調，形成另一種對比。腕錶今日由當年嘅手動機芯改為 HMC 270自動機芯，月相準確度保持喺1027年，有至少3日嘅動力儲存，保持品牌嘅簡約特色，所以大家唔會喺錶盤上面揾到時刻同埋 Moser 嘅 logo， 展現對高級製錶嘅獨特見解。